各位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！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福起来的好好运动这个节目。所以我係帶大家呢來做呢個動輕鬆，做呢個快樂嘅太極拳。呢套太極拳呢，我槍子太極拳，陸陸續續嘛學了其他嘅招式咧，不管鄉親朋友係學到幾多嘅招式，按那個幾多，日常生活你就盡量拿出來比，比唔錯唔怕，因為咱都做了個槍子太極拳嘅時候，咱總係冇用力去做啊，唔是用力的規身軀、規身是像比較輕鬆安尼做，是像咱小摸起來時，咱親像存一個身體控管安尼，大概動作呢，總係像安尼存身體安尼動快活好，咱今日要介紹嘅新嘅招式，手揮琵琶，手揮琵琶，手揮琵琶，佢係對咱個做溜切後鋪開始接落來，好，咱倆呢過來聽咧，拍曲兩字佢做一擺個做溜切後鋪，將過來順落去接落個手揮琵琶，好，拍曲兩字拍曲兩字係操到正腳。做腳係虛嘅哦，安尼強訓練正腳呢刷落來哦，做溜切後鋪咱就轉身嘅時身體是唔得曬來曬去哦，做下到正腳，安尼飛到這了後，做腳嚴時是出去扳鋪，刷落來曬對頭前去，咱就正手是彈出去咧。要轉將嘅時呢，那真手就到位咧，安尼。所以各位練嘅時你個向下行、向下倒，注意下。刷落來呢，咱就介紹呢個手揮琵琶。手揮琵琶，咱就分兩個部分來介紹下。第一部分一開始後背你係要3分，中下提。接到前腳去，所以咧呢，前腳按落實，後腳按落虛。完全看就虛實分清楚冇？當簡單，你聽下正腳拿起來看看，是的拿起來嗎？你看，是的拿起來表示講佢哋係虛嘅。那講拿起來嘅時候按呢，表示講你的身體冇變好啦，所以你先要變上來，變好了後。身體不用這樣，拿起來，你係熱。熱嘅時呢，正腳變到這來，身體呢曬退後，兩隻嘅地方要注意咧。你身體曬退後嘅時你喺度做手就準備哦，徛起來咧。你坐到後腳嘅時，手就到位咧，拄安尼吹起來，你係手嘅動作，咱過來看你手嘅動作一擺做溜切後鋪，手揮琵琶熱，手到前腳，正腳變虛，了徛起來，唔是徛一個啦，安尼太用力咧你徛起來離開體就好咧。2，個變到這來，3，坐到後腳，左手吹上來，正手吹落去。安尼，你看那手，聽身體安尼變，將個蹺蹺板強管跳落來，腳是唔得變安尼，下，手到正頭前了，差唔多同一個正腳腳踭個前面略偏摸背一縮，安尼是的，過來做一道做溜切後鋪。手揮琵琶，熱，收起來。2，點落來。3，坐到後腳，左手拿起來，正手變落來，左腳收到前面。我哋安尼做係
做本大家看较清楚啦。那讲正经做的时候，你从下向下做，过来一遍哦。做了切后铺，好，一，收，二，推转来，向下收，向下倒。好，你看我哋两只手哈，像唔係一上分的哦。咱头前，好，咱做一个休息转来哈。哦，坐到前脚，收正脚转来，休息。好，咱讲下那个做提手哈，同那个手挥琵琶，其实佢係两个相款，看你个相款的东西。一个係念啥？正手到前面，正脚到前面。啊，手挥琵琶嘟好，变过来啦。你看，左手到前面，左脚到前面。其实两个动作啊，相用。好，啊问题係一般，咱个左手起来，正手落盖。有时像咱拿个管乐器的琵琶相款，啊，左手拿起，啊，正手安尼弹，所以个动作呢，手挥琵琶，哈，手挥琵琶，哈，安尼刷落盖呢，其实我听讲个同个提手哈，个左右的差别人啦哈，所以个用法，咪是嚟讲相款，啊，相款，好。安尼，咱过来弹这个提手，哈，做到手挥琵琶，安尼可能两片都做得到哈。来，提手，你係正片嘅，氣息分清，靠，拍曲兩日。做了切後鋪，手揮琵琶，氣息分清了，哦，晒身體了，向下起來，向下坐落來，向下倒，安尼，向看身體啊，擺正，你師傅啦，唔好翹出來，安尼師傅翹出嚟。身體翹出來，好休息。好，安尼了哈，來本學生彈，安尼啊朋友啦，向下彈起來做哈。嗱，你一彈呢個拍曲兩字開始哈，加做幾遍哈，拍曲兩字，刷落來呢。做了切後鋪，熱，好，回到上來一隻人橋，過來做腳上一鋪，過來曬到頭前，手就穿出嚟咯，好，停到前腳，手揮琵琶，曬到前腳，好，曬到將你後腳，做手收起來。兩手相合，手揮琵琶，好，上鋪休息，好，呢片嘛來做下哈，來拍曲兩日，好，做了切後鋪，或者我帶過來哦，慢慢轉一圈過來，腳鬆出來，鬆出嚟，好，手揮琵琶。好，休息，休息。好，來刷了個安尼哈，規個天頭哈，做一遍哈。repeat。氣息，
做旁。近旁。哩。节。单边。提袖。扣。拍壳。量热。做了切。凹铺。手挥琵琶。胸部休息。好哈，看乡亲朋友哈，听看安尼咧，做的时候，感觉讲，像安尼晒来晒去哈，无嘛该需要用力哈，无唔错哈。其实恁咧太极拳哈，我讲应该体会啦哈，同大家了分享下哈。因为哈，轻重些话安尼练习是唔得用力练啊。好，意思是讲，俺以前做任何的事情哈，俺一般哈做下太用力的，好，练太极拳是得本来咱想到讲，我到底用几多啊？你就是得做得到嘞，好，像俺的手啊，咱咧徛起来的时啊，你看啊，我哋做2种哦，我哋是得安尼做，1、2、3、4、5。你看你感觉认识啊？还没感觉哦，硬叮当哈，你看拿起来你就一抬，那手里你就一抬，安尼，规身跟硬力总啊走出来。所以各位头练力个动作的时候，那尽量哈，所有身体的疼痛哈，总下像，人家的身体底部就像加改强快。底部无骨头、无肉，干那加改唔完全胖放哈，其实完全个形子做出来咧，所以其实我头练的规套的太极拳的时候，我身体的感觉啊是像，像加改安尼啊，你看开始变气势的时，你看哦，你加改变来变去呢，有吗？那拗来拗去种啊，是的啦。啊，安尼，好，慢慢做尽量哈，唔是做变，变好，安尼，一步一步做，轻重些来讲，身体那个气息啦，慢慢有感觉啦，好，我哋一个教大家完全来练气息，好，完全练气息呢。咱从了1批开始的时代嘞，你看啦，开始的是呢，起降的嘛，从起降开始呢，身体就感觉讲，哦，我了歇困呢，完全歇困，是摆降其实歇困呢，那摆歪撇哈，佢唔敢歇困哦，因为唔摆歪撇的时候，那个冇用力了，佢会跌落去哦，
因为无摆奖嘛。啊，那讲身体摆奖的时候，你个力啦，细细就好哩。好，所以恁太极拳啊，注意到这点，力啊越细越好。好，安尼今比安尼这4个节目哈是到了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希望下一集大家继续来收看福起来的这个节目，多谢大家。